就猜着讲，你像物件你甲看，你看一心不乱，你看一心不乱，迄个物件你会记到你的内底。然后叫做无情所化，迄个无情，无情，哦，叫无情啊，无形，无形所化，无形所化，无形所化，情感。我就说，伊看花卉啊，伊那是对你微笑，伊那是会对你，伊辅导的物件，因为你已经用空性在里面，用这个色声香味触法。用这色修饰颜色，用色符，那讲过来的，色符，扮演的灯光，时空不离心的，像星空边嘛，观自在嘛，见出来，是这个意思。今嘛来的讲，就是12页，迄12页就是我画定这个色声香味触法。这个定，咱做简单的定就是定来嘛，定就是无生气的物件，叫定。这个定是念咱内底定，这个定就念咱内心的定，咱内心世界的定，咱内底当中讲这个色声香味触法，这个物件在意念。所以咱来讲，内有用无，迄个定甲金，迄个入门。红讲叫做金，红叫做入门。伊的定跟门，就是讲你必须心意，这个叫12页。金入定，金入定，迄个金入定到12页嘛。定入迄个金，这是讲门啦。但是我是讲金啊，6根啊，6根清净嘛。6门污染，6门本身讲的物件啦但是因为你这六定色声香味触法，你这门，你这眼去看到色，眼你去看到色，鼻去闻到味，嘴舌鼻去闻到味，嘴去感到香，心去触到眼耳鼻舌心意去生了发展，迄个意念就是意念内心世界的脑梦想来叫做发展嘛。头前咱色声香味触，心触定嘛。发展的内心世界迄个脑梦想，刚才讲起来就是讲。头前这5种物件，拢属于我嘛内心的起一个叫做发定嘛、化成嘛。所以这6定拢叫做定。这6定在这当中，因为这6定必须欲根清净，却了着色声香味触法，这6定嘛叫做清净。但是你6根了6定当中，伊生出的色，这个色绿色的色，绿色。叫做啦，叫十八界，比较咱的写得较清楚啦，你看，这个色眼、色、味、声、味、触、嘴、鼻、舌、触、意、法，这
这个十二，这个十二页，这个十二页嘛吼，这个十二页。啊，但是页当中呢，伊这页啊，伊这上高啊，页就是上高的意思，页就是上高的意思。眼记触着色，耳记触着声，鼻记触着香，迄个舌头记着味，心记触着，哦，咁咪十八，记触着意记触着法，叫做法定。但是熟着了后当中呢，伊这叫上高嘛，哦，已经有物件，但上高会生啥物件？会生色，你知道这个？会继续过来，啊，继续过来，哦，安尼，这叫做色，哦，这个色、声色、香色、味色、触色、法色，啊，色就是哪？这个色后边啊，叫做这个色，伊的本质叫做分别。这个色的本质叫做分别，啊，伊叫做分别。这个色叫做分别，哦，分别啊。好，你眼熟的，你眼触的成了，伊这上高了后，伊变成八界，伊这高了吼。这个是十八界，伊得加这出来啊，得加咱12上高了后，得加这咱出来，叫18。啊，18就是讲啥物件？加这色，加色。啊，这个色就是讲，因为伊这个色法一定分辨，你有家己的主观意识。好，咱看着色，个人感官做出来。好，伊是啥物件？好。爱心物件吼，哦，你会听什么声？哦，什么声我会解，什么解？什么汤我爱食，什么汤我无爱。味，什么我会食，什么味我爱食，什么味。触我会寒，我会寒，感触着。哦，意我会，咁意啊，用意念识个，意我会甲你我想做者。就我上台讲，你看艺术咧，你咧做，伊有影坐了，毋就家己咧想脑。上讲过当时伊讲，伊目屎啊，大家啊，面就安排到过。啊，伊看你想，你慢慢咧想吼，啊，但是目屎咧啦，啊，迄个发现，迄是一定物件嘛吼，毋当遐想遐物。啊，所以咧，伊这个18界12页，吼，18界就是对，吼，18界啊，3科就是18界12页嘛，所以讲这里面用生六色。哦，用原先用这个这个听啦吼，用这个艺术文学一件物件。哦，啊，这种这里哦是演好的物件，伊个是大件物件吼。哦，咱无必要这物件解释详细啦吼。好来，继续啊，今日我讲诸行灵含万法。诸行灵含万法。名含众色。名含众色。欲起数量，即是专色，即是专色。生六色，生六色。出六门，见六品，见六品。如是18界，该从自性起用，该从自性起用。自性欲邪，自性欲邪。起18邪。自性欲正，自性欲正，起18正，欲恶用，即种成用，善用，即福用，用由何定？由自成有。因为一切皆是根据咱的自性来讲，自性含万法，其实万法在自性中，一切物件就是拢是自性起用，所以咱做规定，当时我所要传入来的时阵，
新其新，用金光经的地啊，的第10本的内底当中，即句经咱咧证得六祖会啊，直接就应无祖，一切万法啊来呢，不离诸相，有无？啊，即句话就是咧讲啥物件？一切万法拢是心中嘛。哦，咁你讲你一切会当讲出来物件，会当想出来物件，拢人讲啊啦，讲思来讲介智所思密嘛，啊思密就是从介智。哦，啊，是啥物叫介智所思密？迄个介智，介智就是讲啥物件？迄个介智就讲叫做自性，自性啊，啊思密虚迷啊。须弥山啊，这是讲啥物件？须弥山就讲叫做万法。这个万法是，毋是一万法来听好哦。这个万法就是一切法。哦，啊，咱过自法，所以因为咱过去咱话讲较多，咱唔通讲哦，万法到是万个尔，是这是一个代表。一切法、万法、诸法拢共讲一个物件，啊，这个思维呢，足大物件，哦，啊，这个介智就是一粒仔点，一粒仔点，互你无坏，啊，但是讲思维、介智中思维，啊，思维中介智，这个介智含这个思维，就是因为这个介智到这个思维，但是思维的内底当中，你介智的内底。就咱讲你介智，你无迄若出来了，你就袂巧面。我来说简单比喻，你这身躯，我这身躯100变成公分啦。你先看着我的表象，对不对？你看着我的灵魂。啊，我这灵魂叫啥？自性叫做介智，我就介智啊，我介智我袂当讲这简单讲话啊。但是我一切物件，讲的道理拢经得出来。我内底有总思维伫内底啊。总是我道理伫内底啊，但是总对一个物件，其实所有的道理行一块迄个呐，硬皮，什么是硬皮？随身带。放过来，你放过来，没你放不了，总理的，随身带 ，USB 随身带，哎，随身带 USB。啊，这个物件就是。哦，以前嘛，你抓的那个讲，自性含万法，这个自性含万，这个万法就是讲叫思维，这个自性就是叫介智。可能咱比如咱听无？应该大家听安尼啦，应该大家听有啦，吼。简单讲起，你若无这个自性，所有的法拢袂出来。你要是做讲啥？呀，我迄阵啊，我的时阵。你若咧讲，你若咧讲什么代志，我也咧讲道理。即话规划了以后，然后你来讲道理，我听我问，够可能？无可能啊啦，迄个无可能啊。所以咱就会知影，咱家己是一个法庭内底，咱毋是去外口咧找法，咱家己有一个感受面内底，有一个无尽常的感受面内底，毋是你去外口咧找感受，毋是这个道理。所以来讲，好，自性连含万法，连含众性，常又就是众性。这个众性跟真正一样，咱讲众已经讲，这个大同大常识的特别性，好，好，今天干你一些心。以那些下来是跟他是跟跟，哦，莫法有情，莫是干你一些心就是莫，法就是这个东西。六七就是咱意识，到管他性，甲潜意识，这样子叫做七。啊，因为迄个白色迄个大众性就是讲这个物件，就是讲叫连含众性嘛，有无？你在飞机的黑门关听无？飞机的飞行器，就是咱常讲的飞行器，有，这个飞机叫挂咧，
无足紧咧学即个语言，是咧学迄活法，咧学咧活法。但咱毋是活法里内底有，咱即个装饰，即个装饰，即个常识就是咱活法。你有是活法里内底，你讲讲对嘛中意咧，讲毋对嘛中意咧，你摆落里内底，那个常识，迄个常识在我到现在讲诶，讲叫做有多性，因果数啦，你做。对嘛？你内底，你做对嘛？你内底，啊，这个物件就改变去。我遮按记迄个这个系统，系统按你这，无讲好人来，我会录；啊，歹人来我袂录。伊安尼个，伊无管在好人甲歹人，伊拢做咯。有，但是咱若按起物件，咱是毋是摕咧活来应用？好说，你来看，你就按你着。四五七五，我你我来看看，看下当你我，什么人走去偷钱物件？我，啊，伫迄个长城警察去找咧人，咱袂信，咱唔信，好，我后壁遐空空的吼，啊空空的当中咧，我迄27点，但是呢，我比起来，一只迄个哪个，迄个想车啊，高比迄个。高比我拿空嘅，靠足我老庄咧，靠只出国河，我都受唔了嘅。我就講，無你叫3、4個嚟講，我你個打空嘅人是啊，講咧，講無咧，我叫我咪無咧，啊無我咪在找，你每7點結束，但是。我當日調咱內底有是伊迄個建築系統俾咱做，我叫民警甲聽，民警甲調我，即車牌迄個作清楚，但是迄隻車是上個車，怎啊7點半我做了過，怎啊到後來就死了過，我7隻，啊7隻就是啥物人呢？7隻就是因為一個迄個做流浪漢迄款。逐日就走去某成功遐，啊，就走去内底便所洗，啊，即摆来，就请伊下亲啊，家己边仔遐按机骹过来，从去甲迄个安德鲁遐，就带咧看手机啊。我一个手甲来讲，你看我这个我歹心情咧，安尼啊，暗那个时阵我后壁毋较头前，我想要甲说起。我意思讲，因为伊这车去互迄个先生。但是我甲看伊脸啊，我安尼讲，啊，我若要叫警察来甲处理一个对话，敢毋是安尼？因地我有证据，啊，所以咱人咱家己所证据一条，咱有一个叫做随身记录器，自你搬一个来，恁妈妈就甲你生一个随身记录器，其实嘛是恁妈妈生的，这是上天赐予的一个随身记录器，甲你寄来先来对，你的一生的过程。对你的一生过程，到你转了，把你记录清楚。记录对的所在，记录这个物件，要真。好，那我想这边，咱我描一个啊，有一个配题啊，就配题啊。啊，有一个天堂，还是跟水晶光嘛吼。啊，大家我爱去地甲看，我给刺激，我大家去地甲看，安尼对。啊，地甲头一间人啊。真古王敢是安尼，真古王嘛吼，啊真古王来，还有一个日子来哦，啊即摆迄个真古王就来啊，哦，万人压入来啦，万人压入来，哎你怎么弄？这个你怎弄哦？你讲怎弄？啊，你我人你是名做哪？你是哪位啊？你在世啊？我来看来啊，看个囝来啊，有，伊个囝来看杀着了哦，一步你看。啊！你敢会相信？敢会相信？必然那种，因为伊对你的地基是来看。你这世人会大来变大个，你地基是来看足清楚的。你会当骗一个人，你会当骗你家己地基是这个物件，啊无叫人果是，叫做定人果是免怎来叫？哦，啊，大家就相信咧，用钱来。我尽量犯罪啊！我就给钱来个法庭，乌些就我，乌些警察啊，乌些，我
但是因个是会当我学的，因个是会当我学啦，我学大嘛，你我学，但是所以呢，一定要改。哦，重动啊，重瓜我这是走袂离的事情嘛，唔通来讲，总来讲，你有一个行情，你来用去使用，咱人来使用，哦，这转式，这本身就转世成事，转式心地。因为咱就是为了绿色，咱就是咱对绿色的方面理解的。其实咱歹修，咱人歹做的就是咱的生理性态的。即个叫生理性格，你的看上去，你的意见上去，你的主观上去，你敢歹做伙，你才重视有无？但是你来当转型，这个习转去，咱若做人来讲，转型先三心转数有无？哦，八识转三心转心转数地，根据性地性了一定要分十地来个定地，你咱叫做数地考察。但是咱若要转，咱重视，那做袂咱哪？做袂咱是考察，做袂咱是分，因为你是利用，你是利用，你不是叫做重视了。哦，所以若做袂咱来讲，先入息出入门必入定，哦，如是18界。将自性起用，拢这个物件，这个18界这个物件，拢是对自性起用。那对自性起用叫做转识心理，咱听有无？那要对自性起用，安尼就是咱对识中，咱永远就是识中晓。咱较少会讲讲神咧，较识鬼诶。我们做识鬼，我们做无识对啦吼。18界拢对自性起用啦吼。咱来讲起咱一切思想的物件，无离开着咱的事实，就是你爱思量。合作来讲，思量恶事，即成为恶行；思量善事，即成为善行。所以，大家注意哦，自性欲邪，起18邪；自性欲正，起18正，而且讲。自性欲邪，自性太邪，自性袂邪啦，自性无邪啦，自性的不属邪，不属太邪，因就是你思量恶事，思量，安尼叫做哪？叫做边界、偏见、边界。伫咱佛学，伫咱的时阵啊，迄个咱佛法内底当中叫做五理数、五理数。五理数，对来讲叫心见、边见、邪见、见出见、概念出见。伫佛道内底当中，这叫做五理数，一个叫做五顿数，贪嗔痴慢疑，这五种叫做五。这五顿数甲五理数，这五理数就是因为这个自性，这个下这个目标，你自性起想，就是因为你已经走伫遮来，走伫心见、边见、邪见、见出见、见出见。这叫做已经偏离啊，偏离无正见，拢歪过去，拢歪创去啊！这歪创伊自性，伊嘛无能，伊自性就是自性就是这个物件，自性就是这个物件，哦，这个物件，这个叫做哪邪，这个叫做哪叫做正，这个自性。这个自性伫这个所在，这个叫做不属性，这个叫做不属我。但是这个自性的有一个叫做数量袂讲咱人想的数量，但是你数量邪，甲你数量正，
但这个物件，和这个容易，因为你别当无数量嘛。啊，这个就是伊，这个就是不数量，不数先，不数这个无对个物件，那要听。但是你有数量了后，你就这叫做，这两种叫做变化，这叫做变化。变化，这个是变化。数量恶数不数量恶数，甲数量先数，这叫做变化。但是拢是这个物件，这个是不好哟。咱这个物件是不好，是好啊，这个物件还是变化。唔是咱修道变得啦。这个叫做色，这个叫做色，这个叫做贵，这个叫做贵，这个叫做贵。啊，伊讲用名转色，就是这个物件，这个色在转，这个人爱有来用你转，这个叫转这个形这个物件，这个物件爱转的这个物件，转色形贵，例如比转恶。为先转邪为正，安尼吼。啊，咱自性欲邪，咱即块条好，伊毋是即个本身邪，每一个人，就是即个拢是佛，明明是佛，即个并无邪，是落来的天气，而即个变化是咱造成的。数量，你今日个想啊，我今日想要修道，你就到遮来。因为那无要想，要想我要做，啊，咧想国内咧骗钱都变成我今日去咱目标嘅成功这方面，但是因迄也是讲讲，咱这时候做善心嘅，啊，怪对所在，怪对所在，但是拢伊作善事啦，但是无叫人接受咱道行啊，拢真正鼓励一下。啊，所以人去讲啊，我去甲相传，但我想人家发扬先，但是拢变成是我讲，但是到尾我给所有人咁样说来，所以表示，咱个人自身的这个查某孙啊，因兄哥的，啊，我听你讲啊，哇，对所在安尼。所以我根本是爱甲接受，我袂想这个，我无想这个啦。伊讲因翁出歹，因翁袂信仰，啊，伊无想这个啦。数量，伊无咧想这个啦，啊，无想这个，伊会走遮来的，走伫遐。当然，伊无想这个物件，无想这样的想啥嘛？哦，要想啥？所以咱人哦，人差钱好，伊是千亿哦。变化恐怖哟，变化恐怖！你变对地个，你变对本来是你这个性咧变哦，这个变哦。所以甲你讲哦，伊讲自性欲邪，去十八邪，这拢讲邪。啊，你这个变成啊，你这个物件，这个人哦，我听哦，是落来这个数量，这个叫做不数量哦。这个叫做嘛？叫做不数量哦，不数量哦。啊，这个叫做无数量哦，无数量啊。哦，你无数量，你这个无去无数量是啊，十遍，爱你一些心意。色香香味相反，哦，有点有香，这种东西啊，你对的东西啊，你真对东西，因为迄个关口，迄个数量足重要，迄个数量足重要，迄个数量偏差贵了，我来创，贵了我来创唔了，我来你这怎么造？迄个罗盘六片就变去，你要搞五片。骗你不会，这飞机来。
偏对你的迄个啊原始点，原始点，原始点就讲你要搞，你原始点安排迄个目标，你叫创立了，你规只飞机你选择讲，确实要爱买迄个所在，你不能去，就咱人是啥？咱人其实伫咱自信中，咱自信中用气象局为创立了，你十八拢是叫做哪？哦，超过重心中，那个想法嘛，慢慢是咱这世人来管这世界，咱的社用，咱的重心用，咱做这武世人，武有什么意义？咱武后面去轮回的物件，有这道意义？你互你安怎换恶，互你换歹拢会过，但是你过程了后了你用到轮回，你家己武讲，家己武讲啊，人讲我有受伤，但是为一个计就会，你就会啦，我当时太安尼，咱家己就会，爱就会，人管啦，用低，今日何必当初？我必是今日何必当初？那必须这个物件该这物件袂错，咱一定爱让整个思量爱来改，我有这个机会，上天生我，阮老爸老母才生我来生我，唔好生我这个叫做废物，唔好生我这个叫做废人，废人就是这个物件，我用着废人嘛，就这个叫废人嘛。老爸老母啊，生咱一个废人，咱今日讲你做友好，咱嘛平坏啦吼。但是你若善用不用，你爸生这个废人，你爸生你自己困呢？你爸生你菩萨呢？废人叫做假外呢？菩萨叫做假来呢？有假呢？这有假呢？这有假呢？叫做人格感情咧，人有假叫做混嘛，人有假叫做混嘛。那人呢，无假呢，人无假叫做哪？这人无假，叫做畜生嘛，畜生嘛。你人因人无假去啊，你人无假去啊，你甲做人啊，做人啊标准你都无啊，你唔做精神，所以人世间人都明讲，你只唔精神。你唔出声，我就感觉你想要开人百岁了吼，还是开人好了，因为家属讲，精神啊，那个，当时精神精神，你想过去的那个陈进兴啊，陈进明这个人，黄天明这个人，这个都开兵兵节奏，18岁了，他跟别人呢，别人有看，别人长镜头啊。对人你警察你了，你上真真心，学一个迄个内底迄整容的护士，咧中开始，整容的迄个医生开始，医开始，规个拢开始了。你看迄后面会当做粉吗？迄气声声，迄会当做人安尼，迄无准的，伊那叫做叫心，人无叫无人叫去啊。所以咱今日爱知影，咱爱知影，咱这绝对用，咱所有的辛苦用，唔是要人做上心，咱辛苦一用就是要做用，你会知影。人们是话讲，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天生我材啦必有用，天生咱这个材有咱这个材路用，唔是要你学用啦。那么是话讲。天生万物必有也，人无一德可不天，这什么容易啦？你都无需要做人啊，天生万物必有也，这物件你即要食哪有？食哪什么贵子啊？什么个时阵啊？什么菜啦？什么大陆面啊？什么一道比我袂晓的菜。我袂晓讲，因为我唔知你买菜。互咱食，咱身体足健康嘛，食健康要怎啊？来做炸面鸡嘛，来开200岁，
来做歹代志。啊，日本伊个过过个1年，一点啊叫人8、10天前拢无，你来做歹代志。啊，你到这套路用，我迄部地咧做的，70年。啊，所以你一定要改。咱这1年建立好，来到这个世界好，啊，所以才那个成功，所以呢，大家讲用有何的，这个用你变得做，何等你变得有用甲善用，你家己做，但是拢是这走出来，拢是自身走出来，拢是自身嘛，无离开迄个物件，善嘛开得出来，恶嘛开得出来，所以我希望咱上天互咱这个知识，咱好较善，咱就使讲，你甲看，自我即马我真正老爸，我看过啦迄个社会乌白来出问题个人，真正无，这无伊个囝仔是真正无，迄有因果个。虽然我们你做对哦，无人在工作挺多点，所以讲做对对医生，做对呢，子孙，咱今日修得好，咱毋是想咱别看见的人，我要来修福报啦，我要来修保庇啦，我要来修什物件，毋是物件，咱要修解脱，咱要修咱要看你个世界大法快。咱要想咱看你个世界平平安安，爱叫做能量嘛，要叫做德性嘛，那空性来讲，五君子戒心护，伊所不讲恐怖戒心，戒心护的是五君子戒心护的，你这是一个君子爱戒心护，因是这个德，你莫做失敬的行为，因为做失敬的行为，我的时候，叫伊个时阵都过袂去，袂使啦。真正你有能力这个代志，你会当这个代志，你嘛可以做。伊实这个物件咱有帮助，安尼对啦这是我们性命的感觉。我甚至讲，咱今日将无单单通过咱一贯道场内底，会当将着全世界，这是咱做好，爱当叫人。做书，爱甲咱的新闻开讲，咱每一个人会当加入跟伊这个进步，咱的对世界过着真正快乐幸福，大家平安，这是咱爱的物件啦时间已经9点半，我来等咱最后祝福各位同修大家会当快乐，平安顺利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大众全体。感谢目前的慈悲前道义工、敦道义工、地方向无极老母行3义工与前道义工、在义工、3义工，感谢目前的慈悲工，感谢你们是慈悲工、敦道义工、在义工、3义工，感谢目前的慈悲工。感谢你们是慈悲义工，持下向无极老母行3义工以前道义工，在义工、3义工，持下前义工，送下目前义工，送下点门师义工，敦道义工，在义工、3义工，持下前义工，送下目前义工，送下点。好，晚安，感恩。